节目，总是岂有此理！怒气冲冲，惊心红灯映红妆，下见他早天发昏天，才知道人儿登的婴儿家。敢问他回心来着，请问谁要比写的好事早？得去亲眷在身边，我越快越喜心上。看见他提起女儿进心房，昨夜与我笑模样，这倒是夫家出身困苦子，恰愿相貌英俊一旁装，有见他我思中在我前往之中真希望，真希望少年好运且相去，唯愿他忙配一面天亮。你过来，我要等一了。是。请我把那张椅子拿过来。是。请我泡杯好茶。是。这就对了。从今天起，我是你的丈夫，你是我的妻子。古人啊，妻夫为纲，你应该每一件事、每一时刻都听从我才对。
我见你的结婚戒指，怎么不戴上？可是我还没机会了解你。了解你？什么意思？我一时也讲不清楚。姚公子，我也在心里乱得很，求求你也在先离开，让我的歌声待在这里好好想一想。你是什么？你要我也在离开这里？是的，请你离开我。也许他是暂时的。暂时的？我怎么就听糊涂了？事情很明白，我和你过去从来没见过面，你的性格经历我不了解，我的脾气爱好你也不明白，怎么能匆匆忙忙稀里糊涂选择夫妻你？这有什么奇怪？我们真上不，我们中国世世代代不都是这样吗？可也在外头已经在变了。几年以前，北平、天津、上海就将男女要平等分领养事业，真正人家将军人民。早听说你在上海念了3年书，原来一为的就是这一场，要求你的丈夫在新婚前一夜就离开你，这就是你讲的平等秩序、人格和文明吗？听着，你嫁给了我，就该一切听我的，明白了吗？你从上海约的那一套，今天起统统给我对开，知道了吗？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会对你好。上你称心如意，幸福美满，晓得了吗？好，腹黑不少了，谢谢吧。带上，带上，带上，带上。
秦君，秦君，奇怪，这一大早他到哪里去了？戒指还有一首诗：喜迎涕泪谈将尽，父业顺心孵化亲。少闻秦君月后话，早在虚无缥缈间，闻秦君疾病。秦君疾病，天哪！来人！娟娟，你怎么不去跳舞？听你声太多了。叔叔，我有些不高兴你。哦，你对外甥女，你对我这个侄女好多。是吗？那秦军到上海没多久，
一样了。叔叔，我刚才听人说，他是从乡下逃过出来的，是吗？是的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他才17岁，哪会有这样的事？娟娟，你不要轻手无手。来，快到这边休息休息。哎呦，大家都是说请清君跳舞，我在边上看上也来上了。父王啊，清君太漂亮，太讨人喜欢了，这是今天五位的王儿哩，是吗？清君啊，来，我请你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堂房侄女，你的表姐娟娟。表姐，你好。表妹，刚才我夸了你半天，你的确讨人喜欢。虽说这身衣服太多样了，明天我带你到下边路看看。我看到了上海最要时髦一点了。好啊，娟娟小姐，请来跳舞啊！当然，我跳舞去了。清君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这点头有。一定是今天太累了。对了，清君，你在乡下的事有没有跟谁说起过？没有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不过提醒你一声，你只当了一夜新娘，跟没有出嫁也差不多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对，这种包办婚姻根本就不要承认他，更何况现在你是自由之身了。可我总有点担心害怕。不要害怕，袁绍刚就是知道你没有受伤，也不知道你在我这里，再退一步不说，即使他再到这里，我也已经为他最大的事，他完全可以帮你干好，离我伸手。舅舅，谢谢你。好好休息一段时间，有舅舅再送你去读书。我要上司马一堂。为什么？这次变故叫我想得很多很多。像袁绍刚这种人，一直因为没有受过新式教育，不懂知识分明，故而观察愚蠢自私。所以你想将来教书，去播种文明，唤醒神生，是吗？好，舅舅支持你。舅舅，哎呀，舞会又开始了，我们快去吧。神在哪里？你看，总算找到了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他没有死。娟娟小姐，这一块有违法。对不起，我来了，这曲子不跳了。咦，这位客人年轻得很。哈，我是来找位说人的，那却是哪位小姐？我表妹问清君，你是他什么人？我从他家乡来的，小姐能不能转告，请他来此一位？他看到这个孩子，再忙也会来的。好吧，我去试试看。表姐，到底有什么事？余生找你。哦，这是他叫你的。怎么了？我什么？快到绝去马，请告诉一声，我已知道他们。好吧。戒指，这是他拿的戒指。天哪！清君，清君，清
了，什么？袁绍公来了？对，我来了。我是清军的曲局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。没有必要。清君是我的妻子，玉王，我是几位对他说的。袁公子，你要知道，此地是陆公馆。这我知道，不过我还知道，要是在此地把事情闹大了，恐怕也不是大家希望的吧。我这不过想和我妻子单独谈一谈，请二位才知会议。请。好吧，姐姐，不要怕，我们就在那边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父亲手里玉定子，你已经把我害苦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为什么？我还不是问你几个为什么，你倒先问起我来了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留下谥告，加上私刑？你为什么丢下戒尺，逃到上海？这两天小镇上有多少人指着我的脊梁骨，笑我滚不是老虎。这些你都知道吗？向我袁绍告，方愿把你深深夸奖，姑姑清白。多少男儿想与我结交，多少女子想加我为妻。想不到事情落到如今虽说不怜接受，你说你这样做对吗？好吧，这是我一月再说。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你，你应该马上跟我回去。回去？这不可能！我要和你离婚。什么？什么？离婚？过去只听说镇上有人休妻，今天你竟然要休夫，小王，真是小王！你要离婚，难道你以后就得求舅家过一辈子不？尽管舅舅对我很好，但以后我还要死力。死力？一个女流之辈，谈何容易？即使以后我命运多艰，甚至离了姐弟，客死他乡，我也不会为你的家死的，至死不悔。你把跟我在一起困得那么苦啊！你恨我，恨到这个地步吗？是的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一辈子都恨你。莫非言
人君我哪里为奔波上海把亲信，想不通张张铁我不语，恰为我那梦到你也空于安心。层次根本是什么？讲天上那层次根本教问你。问你只因你所经关天去你不知怀念天地有多广，你不知丝毫变化时心，你不知是与民族中华归，你不知内臣女子皆平等，政治缺少良知，你和门第路风情；政治缺少良知，你空于世上进入你；政治缺少良知，你狂妄不懂真忠诚；政治缺少良知。你上头请君女儿心，真是缺少这良知，我与你结成夫妻盘。刚才我又跟他通了电话，2个月之内他会办妥此事的。这戒指就请你永远的收回去吧。我就不。岳贵，来，岳公子，我警告你，这是扫黑，我可以马上通知刑部方的。岳公子，好聚好散，还是请吧。请。好吧，谁骗你们这么说？反正我是她丈夫，她是我妻子，不要以为我会去此报兄弟，我一定要不对，我也一定为赢得这张不对。你们等着吧，少爷，走。
请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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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看样子她是怀孕了。什么？是咱要与叶新娘娶了？请是。吕小玲，今天是礼拜天，你怎么晚来又要？我的文先生每个礼拜天他都要带我到海滩去捡贝壳呢。文先生还没有来，那我到那边等他。
再见。真是个又聪明又懂礼貌的好儿子。张先生，你是谁呀？就是你那个德业门生刘小玲。这孩子父母去世后，考上州州读书，小小年纪却非常顺其成意，我特别喜欢他。孩子们也特别喜欢你，你是他们心目中的天使，不是圣母。你把我比得太好了。对了，新校长什么时候到？我真想告诉你好消息，他马上就到，我即刻要去码头接他。太好了，早怕晚怕，总算把他给派来了。我们又有好多的事要等着他来呢。昨天听人说，新来的校长虽然年轻，但是早晚长波，肩都受光。对了，还听说他跟刘小玲的爸爸过去很熟，现在就是他做刘小玲读书的人。他是刘小玲的资助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具体的不知道，反正都传说这个校长又漂亮又有魅力，但是他的来历经历大家都不晓得，关于几分神秘观念。神秘个有意思。千金，姐姐，你上步怎么上到我们学校来了？是啊，我看陆老先生这位名医，现在对教育也很感兴趣呢。宋少还来青岛这段时间，天天听你们大大教育，我不过在你们熏陶罢了。陆老先生，其实我也是受文先生精神之关怀，他的事业是那么的热情，那么的真正，又那么的能干，那么的聪明。张先生，我看你对清军还颇为崇拜你。我该去见校长了。清军啊，我看他很尊敬你。他是位忠爱好人。遇到机会可遇不可拒，你年纪不小啊。不，我们是好同事、好朋友，仅此而已。菊菊，原谅我，莫谢，我还不想考虑此事。好吧，不过菊菊也与你也相劝，过去的就让它都过去吧。过去的，就让它都过去吧。家有
我们去背回去吧。今天我要在这里等新来的窑长，刚才去先去接了一些。那。真好看，这个叶子的我们往满月呢。先生，今天我叠了叠，我们已经结了808个了呢。好啊，等到节目一切度，我们就可以为消防预判过抓老位。走，把这些送到教室里去。冯先生，冯先生，奇怪，他到哪里去了？校长，请到这边来。我里亲切心则宽，宽不尽一路晨光在红夜深雨不来多，几番风雨，心情狂。校长，你看，这里就是我们的药园。好，环境很优美，是都是的好地方。可就又是教授给修乱了。是啊，我们的药是有很多难吃。校长，我与文先生商量过了，拟定了一个月要发展计划，等着你来带我们打滚一场呢。好啊，这就是为了有药，为了孩子，再难的事，我也会说去解决的。太好了，文先生也特别喜欢儿子，听到你这么说，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哈哈，说了半天，我玩的一阵中文，这位也是挂在街上的女教员高兴大名，她姓文，叫文清君。什么？文清君？我去找找她。文清君？难道会是他？不会的，他是外邦人，怎么会到这边来呢？可同名同姓，会有那么巧的事吗？冯先生，这就是新来的药长。药长，你好。听
话，小张，我去快快上山里去。我的手就可以，就是在那边，你空心思想。你经历了几不小丽吗？是我。先生，小丽，什么事？先生，吃梨子。先生不吃，小丽吃。哦，我哥嘛，你自己吃啊。要不咱们分了吃？啊，分离了，分离。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小丽，先生告诉你一件事，从今天起，我和你要分开了。还不为你，你骗我，你对我们就像妈妈一样好。我晓得妈妈是舍不得离开儿子的。可是你看，我已经写好主人，正在整理笔下你。为什么要争？是那个小朋友不听话，你生气了？不，一定是的，一定是的。魏先生，你不要争，那个不听话，你去当他，你去骂他，要不也在你大拇指下写小字。小丽，你玩笑，有些事你不懂。心里乱得很，你先回家，好吗？答应我要最好吗？去吧，啊，先去吧，去吧。
小凤玉，为什么在这里喝药？嘿，你是小玲？你是谁呀？你怎么认得我？我是你阿刚嫂啊！阿刚嫂，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阿刚嫂。你是我爸爸的好朋友阿刚嫂。哦，记得，我爸爸说你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阿刚嫂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以后我们要常在一起了。我虽是新来的养长。你就是新娘子，太好了！你的文先生他会听你的话。文先生怎么了？文先生说他要离开药堂了。他要离开药堂？他是不是在这里吗？对，阿刚说药长，你去下个命令，不让他走好吗？是，我试试看。你先去哪里玩？这个李建文先生，你告诉他，我不跟他分离了。多好的孩子啊！小丽，听先生话，先回去吧。是我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想和你谈一谈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请君，请你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不了，冷静不了。我今天非常年，我是死到他心上，他用的风铃碎眼睛，你为何有些他天啊？我愿生生望自家，我的自由归心上，你坏也好，骂也好，怪我骂我不应当，且听也先表白，我非当年袁绍刚，你非当年袁绍刚，为何又来笑约他？当初儿言，我的是找我可恨要对他，查不清不得全，我决定辞职回他家。我的职任在桌上，请收下。请君，我姓冯先生，请收下我的职任。好吧。我一来，你去走，真叫人觉得非常喜悦。以后我是你部下，你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我的生活，对吗？想不到4个3年，你还那么恨我，忘得了吗？那些事我忘得了吗？可是3年，不要听！你这3年与我无关，我不要听。那好吧，不过在你走之前，我冒昧地问件事：当年我那个戒指还在吗？戒指，你也许当时就丢掉了。对，我思想丢掉它，可后来我也留了下来。
这是你假借我生命中最深的受伤，有朝一日我一定当面退还。可今天你竟然主动失去他，一个人而一扶持到如此地步，想不到，我真是万想不到，真是对不起。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，真诚的希望你能把他还给我。放先生，啥当我所外皆是为立作自己一身长，他是京中啥家莫忘我，曾陪他上青山上，他是宁静啥你信我一应举子可东方，他是好教催年里我将功负在情中是你的节奏，拿去吧。谢谢。请问你什么时候走？马上走。是我不送了，再见。哦，对了，吕小玲上我送着链子，他说不跟你分离了，分离。我还有句话，不知该说不该说。刚才小林哭得非常伤心，他希望我劝劝你，不要离开月亮。我有个姐妹是真心的，我知道你很爱她，还有其他孩子，你不要接着走，再捋一个礼拜，跟他们好好的告个别。另外，我听张先生说，关于办好的药，你还有很多想法，希望也能一起理想。至于我，请你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。这一礼拜里，我们甚至可以来过也不上伤，也不上伤，也我们之间这万要当，
不讲私事。二，这是现在不必不去。三，在外人眼前，你我之间可以是手不相杀。先生，我知你轻轻摇摇与苗在，几年里莫相心事尽滚开，这一口梨子是为方。生生大事多可畏，世上尽弄自己细品何必匆匆别死去是留在自在。句句皆是媳妇言，声声声同心言，同心言，陈年不见陈一样，思绪思想从龙青到西顶青青嗨，你可是艳阳上有声声青青到这里来啦？哦，我与他有的事，他还没有来。原来是你，于是想一想，上个月在北平德国之家的party 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天party上献策的护卫王儿。我家的
有表妹。你找他有件事吗 ？No， 我是来找他一起去海滩玩的。既然他不在嘛，那么杨校长，我有个冒昧的请求，你能不能带我一起去海滩？陆小姐，实在抱歉，我还有功夫要办。这样吧，我去帮你找他好了，请稍后。
比一比。丫丫子，阿刚说，小玲，你找我？阿刚说，听说文先生明天晚上要走。小玲，你听我说。不听，我不要听。自从爸爸去世，文先生对我情意厉害，教我做人立志向，教我读书也文具。我了解我少点心，赢了说我一元走，能了帮我一上天，你了带我海中东游，笑了在我心花打开，哭了陪我眼泪泪。妈妈好，她比妈妈更贴心，这样的先生是少女。我不要文先生走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小玲，你玩笑，有些事不懂。不懂，不懂，你们懂什么不懂？你想怎么样？文先生不讲我了，我也回来，不读书了。你是说自己不读书了？可以听神说什么话，可就是不想听神说不读书。小玲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假使不读书，就不懂得知人情，怎么得了？怎么得了啊？阿刚说，我不是不想读书，我知道，你是因为不希望文先生走，才这么说的。可小玲，读书可不是为了别人啊。好吧，我就讲一个人读书的故事吧。那是10年前的事了。有个青年，家里很有钱，他就以为自己十分了不起，硬要娶一个非常好的女子。那女子虽说家里很穷，但万事要坚决离开他，并且告诉他，你家里虽说什么都有，但你不读书，你不文明，你没有一个人最根本的东西。他想不通，就去找开打官司，结果输了，完完全全的输了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，就在整个世界一下子颠倒了过来，昏昏沉沉的，才往头脚里醉了，一不小心扑通一声掉进了黄浦江里。那怎么样？
对，一个谁手娶了她。那他娶的那个人是谁呀？就是我。真的？是的，那个先生就是你的爸爸。你爸爸救了我，对我说，我救了你的身体，可我不一定能救你的心。他要说，那女子的话有道理呀。你听完了，你以后就去读书了，对吗？对，想起来，真好像万事贤妻子死了。我非阿爸帮中推他，漂洋过海真是他。哪个来人看不罢，上过大药刘姑娘，何处身上心一凉，才知晓当初子太光荣。多少次担心痛遗忘，多少次才会眼泪淌。离女儿身解救情，因此上先生教育还有他，小林啊。曾记得你爸爸临终来的夜，在家中纪念他，只盼你好好读书，快成长，莫将当你的愿糟糕。冯先生要走，你难过，我也难过啊。在你和我的心里，他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。他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心血？你想一想，要是他知道你不想读书了，他会有多么伤心啊！孩子，你想让他伤心吗？我不想。文先生就像我的妈妈，我怎么能让他伤心呢？好孩子。阿刚说，文先生好，你也好。他要是是我的妈妈，你要是是我的爸爸，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，那该多好啊！小玲，别是傻娃。阿刚说，那我先去了。好。文先生，狮子娘的，真抱歉，我怕看见小妹的眼泪，多一走，那我刚才说的让再说的，请求，实在对不起，再见。要帮
恨意结下夜为长，当年杀死金蛇阳，新婚夜我怎会逃婚一家乡？想到此，心跳如丝，笑容长。这千句，你何时还乡？群山皆于原地，这遥遥的山上我，面前一照，就离遥了。张先生，你好。等一等，冯先生，这几天你一直避开我，为什么？不，我是看到你忙。不多打扰你，忙？不，马上就不忙了。怎么了？我有罪了，现在就是去向姚丈，你是真的。你也有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离开瑶瑶？不为什么，跟你一样，就是想走。可你也走了，瑶瑶怎么办？哎，怎么办？关于吕小玲，过去一直与我照顾，我还是托你替你。既然你知道要需要人伴，孩子需要人教，刘小玲更需要人照顾，你自己为什么不留下来？我看得出你心里有事。自从新窑长来了以后，这一个礼拜里你心烦意乱，全身都瘦了一圈。有什么难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难道不知道我对你？不要说下去了。不是就不是，想不到我们同事1年了，你还这么不心动啊？张先生，张先生，秦军，他怎么了？他想离开瑶瑶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离开瑶瑶？对了，我还听说你也要辞职，没有这回事吧？今天就是我才要最后一天。这太令人意外了，这是怎么了？是呀，秦军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看这几天你一直想有心事，我与你求求，今晚就是特地来找你问一问的，有什么事不要放在心里，说出来我们也许能帮上的忙啊。舅妈，实心的话，我是舍不得离开这所瑶瑶的，可是心爱的瑶丈，心爱的瑶丈怎么了？我听说他上任以后年轻有为，口碑极好的嘛。是这样的，那不是你所希望的吗？可是舅妈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叫袁绍刚。他叫袁绍刚，这么巧，会跟你当初那声同名同姓？不是巧，其实就是一个人。你不要开玩笑啦！是他，他们是将来少爷去城乡，总可能夜深多多当窑长。10年归
强进去杀月他堂。是儿端总比神，一切莫与孟子在上方。也与他如今莫错真正气，莫管他心怀私意非为法。年轻人毕竟待人越礼，全亲君亲，从此前不可忘。10年来历经磨练父子心，真是比死于为一生真相。等等，秦君，听看起你很相信他，甚至还很有好感。盘算的事，要是10年前他像今天这样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他的。秦君，你难道真的喜欢上他了？是呀，你没有想与他同归于好吧？我就是想这样，也是不可能的事，所以我只有一个选择：离开。好，离开好，离开好。太太，你说是吧？是呀，是呀，离得远远的，越远越好，省得老张总管将来麻烦。老张总犯将来麻烦，舅妈，我为什么老张麻烦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哎，你舅妈随便说说的。不，舅妈，我感觉到你们一定还有别的什么没告诉我。没有。不，我从你们的眼神里观察，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瞒着我。舅，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有你们2个亲生了。就看在我那死去的妈妈面上，快统统告诉我吧。不枉啊，不能讲啊。太太，这件事也曾是我们的一个心愿，总要找个机会跟他说清楚的，不是这次就来过了解吧。秦君，你跟袁三哥生什么你就离了婚，今后你们之间还有必要之事啊。什么必要之事？那你能请到一位今愿生下的女儿？他怎么样？不是说这孩子命苦，一出手就死了吗？不，他没死，没死啊！哪里？他到哪里去了？但是你一个姑娘，怎么能带着孩子过日子？我们咬牙，今儿才就把他送进了育婴堂。亲手背上收养，一听说领养他的人得病死了，孩子就下落不清了。君妈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只生孩子，你生得苦啊，去世一生，都有他心上。一生生，一人命。我怎么样？君妈，
看我都想了些什么？小姐，你好。哟，好漂亮的戒指，怎么谁的？是我自己的。我既知道你懂什么？大清早的到这里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一个人随便散散步。太巧了，我也是个人，我们一起散散步，好吗？是。李师太友，你来看。孤零零，团团不息，为何你不尽情多的大花？你我看他刚才才是说老小姐，黑帮子脱离了，坏乱只为君子意。多情轻薄空杂花，一若看他早有回的眼啊！一头眉淡放小的，永永啊归家万分，开花万喜开好花，送一朵红你。老小姐，眉黛花边开着情。红火摇曳在林里，我天心喜乐不爱红，咋个爱叔叔插情？老小姐，气色不早，死不奉陪了。等一等。你见到我，都马上就跑，在你眼里，我是那么的没有性命吗？不，陆小姐，你聪明漂亮，也尽大方，我很欣赏。亲近是欣赏啊！你是他有，今天我是他第一来找你的，是想告诉你。陆小姐，我是不是太赤裸裸了？甚至有点恬不知耻。不，一个人做到关爱与关上，是要有勇气的。我想，我也应该坦诚一点。你也很对我非常关心，不过很对不起，我不愿接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说？因为我心中已经有人了。谁？他是谁？我陆娟娟，自问家的容貌才能样样都不差，平日多少名士官绅，百
穷心，哪位女士一定比我出色得多？我很想珍惜一些。非常的好，我不能杀，因为我很爱他，他却不一定爱我，而且很可能是一场永远无法掐死我永远的爱。永远无法掐死永远的爱，这话听上去有些奇怪。世界上很多事是很奇怪的，我就对你好记性啦。这样吧，你不是上午来猜问你生事，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，好吗？这是我唯一的请求啦，请你一定答应我。好吧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位女士也在正在青岛。是。第二，她的职业是为教育。对。还有个问题，她是我认识的人。你答应我，一定要回答的。我表妹亲军，难道真的是他？你猜对了，看上去你很切记。我当然有点疑惑，不过我一直认为他有可能爱上你，而你不可能会爱上他。为什么我不可能？你了解他吗？了解他的家庭经历、过去的一切吗？我想我是了解的，不应该说是很了解的。no，你是太有啊！我认为你是一个很有担当的男人，你的成语标准会很高的。我不能想象你了解他之后还会选择他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希望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嫉妒。我想，作为一个懂得的人，应该把真相告诉朋友。谢谢你的友情，请说吧。请君家国人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是10年前吧，我知道。他告诉过你？我甚至还知道他的丈夫是谁。我说他逃婚离家生孩子，这些你都知道了？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逃婚离家，还有生孩子，亲戚生过孩子，什么时候？应该也是10年前吧。什么？这你不知道？告诉我，亲戚现在人在哪里？他人在哪里？他人在哪里？他今天要到上海去，走在上班中，现在应该到马队了吧？马队？哎，我还要去找他。找他，就是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找到他。你知道吗？10年前，他家的就是我，他生的却是我的孩子。君妈怎么还没来？时间快到了，你先上摆渡船吧。他怎么来了？有啥搞？东张西望的像是在找人，一定是在找我。他又看到我，到这里找来了。你想不想接他？不接就快上船。亲君，亲君，你走一走。亲君，你不要走，你回来，我是要找你，要帮你。
想干什么？难道想跳水？要是能追上他，我就一定跳。这位老先生，请慢走。刚才你与清君这一起，我想我们应该认识。我是清君的舅舅，10年前我们见过一面。对，10年了。本来往事都已成为记忆，可今天我听到一股消息，原来事情并没有全部了结。你是说，当时清君生过一个孩子，是吗？这当时他是在你家，你应该知道有没有这回事？是这样的。天上是雨，万事没雨。雨，清君，你怎么还没有走呀？舅舅，我想来想去，还是应该留下，把事情全部说清楚以后，再走得安心，走得踏实。嘿，这是我和他2个人之间的事，让我们单独谈一谈，好吗？放心吧。那好，我在那边等着。那是个怒黑，还是女人？是怒黑，现在神了。一出手就送到玉营上去了。什么？送进玉营堂？亲生不如啊！你怎么下得了手？当时不这样，云呢？怎么养你？想当年，一新娘生云，我有事起来有事情，心的事错为什么老天冷？今定是单身母亲难做成，到时经过说一别一生年，生死非不了离分。可叹我未曾为儿反一口，未曾惜儿一离，未曾带儿走一步，更未曾叫他儿一声，天下爱他莫顾此啊！木难尽，断肠成
我想过，当要不是我那个样子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上对不起的，应该是我。这也算是对我的一个惩罚吧。谁说这惩罚实在是太残酷了。下落，天生那个领养孩子的人，原来在上海做事。我想到上海去打听打听，你也不能去。我自己的事，当然我自己去做。可你别忘了，我也是他的父亲。你亲眷，这是我们重新见面。有句话。我也是想着，而不管上。3年前，我们分了手，可今天还是又把我们连在了一起。我想，这是命运的安排，上天的旨意，让我有机会把这句话说出来。亲眷，这个戒指。我希望能重新将你带上，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？又要找叫我上岗。我只让我一个人最怕。为什么？你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一条冷水江夜湖，我是大事笑思浓，莫非你我连心里根子，莫非你去我很高兴，莫非我不有子，我只一仆。一仆，少当莫要乱猜度，原谅来高起中国，世态命运造龙城，一缕结缘不能少当那天处处月光长。0082元图，稍稍我天涯处处有芳草，一是我一根心也几何处，三纲九心该许多，比不上生死多，此生真的很清楚，天台地也不顾。地上疼苦非常切，地上什么
孩子是我们两个生的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找。要是再也找不到你，真要是这样，我们还可以再生1个、2个、3个都可以。可是你先拿吃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能生育了。这边吃力养的，他心不痛，将小丽抚养成生。怎么会是这样？亲眷。可完了，你心里为痛苦。亲眷，刘小丽，不是也在弄把你当做妈妈吗？怀你心里的有人，不都是我们的孩子吗？亲眷，你心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开始我们的新生活。糟糕，这对你不公平，太不公平了！不，亲眷，
外妹不劝女头，生娃子嘛你最好，恰有那生子跟帮交恨的，生子有了这两字，清贫出身不连成，生子有了这两字，你不知是方没结人，生子有了这两字，你爱心不老用情疼，生子有了这两字，你引领沙岗大心头，亲君啊，不能此人语啊，相随那才是天大权一请君带我留下袁先生，文先生，小姨，你轻声我找到文先生